议会临时会开议的头一天，当时嘛是国中小学开学的日子。伫个疫情较降级舒缓的状况，这位议员也是关心校园的防疫、甲餐饮的供给，包括学生上下课的分流，甲工厝内的人伫个外面是毋是会当供给。对此，市长回应，等待中央9月6号进一步来开放。另外，伫个振兴经济方面，议员无分哪力。嘛，希望市府会用来加码5倍券。相对于今年的疫情，比去年更加的严重。那中央也发了5倍券。那其中，但是相对的，我们配合中央的等等的加码行为，却相对比去年您提出的五子登科相对还要少很多。不知道这个部分哦，你是不是有更多的、更创新的？更优惠的，可以配合所谓的5倍券来做刺激消费的一个动作。台南市的方案到底是什么？其实市民也很期待哈，所以我想也期待市长这边能够尽快提出让市民有感的这个加码的方案哈，让台南市民哈在这波疫情这么辛苦的情况之下，大家可以感受到市府加码的一个关系。除了振兴馆的加码，另外在文化观光方面。今年除了持续推出艺术景区，另外还有国际音乐节，将对9月下旬持续到11月份，总共有17场的音乐会，要来带动观光，嘛得到不少的议员肯定。不过，在场次甲地点的安排，嘛有南区的议员争取，希望在黄金海岸的准屋嘛会用来举办。对此，市长回应会搁再来加码。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